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嘅時間啦吓，又係要起翻身噶咯喎。OK 吓，好啦，前後腳先，跟住咧後邊嗰隻腳咧就撐住地下啦。OK， 跟住咧手撐腳或者撐住張凳咧，就可以兩隻腳同時間用力咧就向上撐起翻身啦。跟住你可以直接咧企直咗之後咧就轉身去凳後邊啦。張凳最好唔好有碌 ，OK 吓，最好有個椅背咁啊扶住啦。好，第一個動作先，我哋嗱。雙腳企好，跟住膝頭哥微曲，記得微曲吓，然後一隻手擺喺後邊遮住個臀部，跟住同側嗰隻腳勾去後邊踢上嚟，來回做先，來回做吓。個腳踭咧理論上掂到隻手喎，掂唔到唔緊要吓，留意下掂唔到唔緊要嘅吓，向後踢總言之 OK 吓。相反另一邊先吓。來回咧5至10次之間 ，OK 吓，嗰隻腳咧好似擦地下咁樣有聲就得噶。但係如果你着拖鞋嘅話咧，一擦咧佢又甩拖鞋咧，咁啊小心啲啦 ，OK 吓，冇錯。如果喺屋企嘅話，係咪一定要硬性要擦地咧？唔係嘅，我話俾你聽咧，嗰個動作咧就係勾腳上嚟掂到嘅啫 ，OK 吓，咁解。好，做完之後咧停一停啦 ，OK 吓，跟住一隻腳咧就擺出外邊先，然後個身咧就向前面嗰隻嘅方向咧壓腿壓落去，隻手咧就扶住隻腳吓 ，OK 吓，撳直佢啦，然後個身壓落去，壓得幾低就幾低，冇乜所謂嘅吓，唔好閉氣，自然呼吸，呢個係靜態伸展吓，即係大髀後邊嘅拉筋。好啦，拉完之後翻嚟先吓，跟住另一邊咯，伸出去，個身咧係向前面嗰個方向，跟住壓落去啦。pat pat 會挨後，你會平衡啲，單手扶住凳啦，另一隻手撳住腳嘅時候撳直佢，跟住靜態伸展數15秒鐘啊，或者30下即係半分鐘咧就得噶啦。好，跟住上翻嚟先，收腳先，哈哈 ，OK， 企翻喺度嘅時候唞一唞，定一定神 ，OK 吓，然後跟住行翻去前邊，記得前後腳平時坐嘅時候咧準備坐嘅時候咧都係呢個姿勢。跟住後腳撐住啦，手又扶住腳啦，跟住就可以好容易咁落翻嚟啦，拖翻腳坐翻正啦。好，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吓，聽朝10點鐘記得準時喺呢個頻道嗰度見面啦。